枝豆好食又營養，但係諗起要剝枝豆咧，就覺得好麻煩。枝豆殼上面嘅毛咧有啲棘手，直接剝咧亦都好傷指甲。而且夾硬剝嘅枝豆會黐住層膜，好似咁樣。而用我今次嘅方法嚟剝，係會連層膜都去埋，真係方便好多。做法係先喺煲裏面加適量嘅水，開火煮滾。滾起之後，將枝豆加入煲裏面，唔使冚蓋，中火煮3分鐘。唔可以煮太耐，枝豆嘅殼軟身少少就 OK。豆太熟嘅話，會影響後續煮嘅口感同顏色。準備1碗水龍頭水，夠時間咧就撈到水裏面浸泡。主要係降溫用嘅，費事拿到手。呢個時候輕輕一擠就可以擠到呢粒枝豆仁出嚟。呢度就係需要分半鐘就剝好。雖然有啲前置嘅工序，但係真係輕鬆好多。大家不妨試下呢個方法喎。之前都介紹過臘腸蒸枝豆嘅食譜，跟住都會分享更加多枝豆嘅食譜。有興趣嘅記得訂閱懶人廚房嘅頻道啊！